呢條路我行咗20年，從第一屆到而家，初心始終冇變。我係 Gary， 我係城大 DBA 第一屆嘅畢業生。Undergraduate 咧係一個學習知識 ，DBA 咧係一個由冇嗰個嘅 knowledge create 一個新嘅 knowledge 出嚟。我讀 DBA 嗰陣時咧，日頭咧做公司嘅嘢啦，就6點鐘就收埋公司嘅嘢啦，攞自己嘅 DBA 嘅嗰個 research 出嚟做啦，做到差唔多9點10點先翻屋企嘅。做一個 research 過程入邊咧，有時咧好似一頭霧水咁樣，可能2-3個月咧都毫無頭緒嚇，即係慢中咁樣去撞。由開始讀到完成咧，差唔多係4年半嘅時間。太太咧係大肚啦，冇語言啦，呢樣嘢好感激佢嘅。睇住咧自己雙胞胎出世啦，就好開心嘅。公司遇到嘅問題咧，都係其他人未遇過，要自己去面對、自己去解決嘅。咁所以就將 DBA 嗰套嘅 Create Knowledge 嘅理論咧，我應用喺自己做生意呢方面。冇路走，自己可以走嗰條路出嚟。喺2019年咧，係會計呢個行業咧係一個新嘅挑戰。政府咧係將普通會計師樓同埋可以做上市公司嘅會計師樓咧核數師咧做一個分水嶺。咁咧我就係靠住 DBA 所學翻嚟嗰種嘅勇氣同埋嗰個嘅方法咧，就我排除種種嘅困難咧，就喺招聘人方面啦，同埋咧係嗰個技術性方面咧去提高。咁咧係就攞到呢個 PRE 嘅牌，亦令到我公司咧嗰個嘅規模咧係翻大咗1倍。98年咧係成立會計師樓，由2個人發展到依家100幾人咧，都係一個嘅 reward 嚟嘅。我本身嘅個 undergraduate 同埋 master course 我都係美國完成嘅，咁所以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我第一間嘅大學係城市大學啦，咁所以係畢業之後對城市大學咧係有非常強烈嘅歸屬感嘅。香港城市大學咧係想 Hong Kong Tech 300，即係 startup 呢方面咧係為香港社會做啲嘢。咁咧，所以我係好樂意咧，係做佢哋嘅顧問。到依家為止咧，我幫佢哋咧係成立咗100多間嘅公司，親身咧都帶佢哋咧去深圳嗰度咧揾資金啦，同埋去做展覽嘅。咁呢方面咧，希望可以幫到年青人咧展開佢嘅平台。5個人創業咧，其實係得1個人成功。咁我從清盤嘅 case 入邊嘅抽取一啲嘅嗰個嘅 beta 咧，用個 Hong Kong Tech 300呢個渠道咧，係傳承俾創業者咁樣樣。咁喺讀 DBA 課程入邊咧，都遇到好多挑戰嘅。當困難嗰陣時咧，就唔係1個人可以解決嘅，團隊嘅精神係好重要。城大對我嚟講咧，唔單止係讀書嘅地方，我希望學校咧可以繼續連接學術同埋實踐，幫助更多年青人實現夢想。